好多香港家庭都習慣喺超市或者美心、東海堂呢啲街坊麵包店買返一大袋切片方包，朝早起身攞2塊麵包，煎隻荷包蛋，或者夾一片午餐肉，抹啲花生醬或者煉奶，再配一杯熱奶茶或者咖啡，快手又營養，屋企小朋友都中意食。但係買麵包容易，儲存麵包卻係個大難題。我哋去百佳、惠康或者嗰啲連鎖餅店，麵包通常都係成袋賣。如果係普通一家3口，一餐早餐頂多食咗半袋，剩翻嗰半袋應該點處理呢？我相信目前90%以上嘅朋友都係將袋口隨手一擰，或者用嗰個膠碎料卡扣扣住，順手就塞入雪櫃嘅冷藏室。心入邊肯定諗住雪櫃唔係用嚟保鮮嘅咩？放喺入邊肯定唔容易發毛，可以放得耐啲。點知等到第2日或者第3日朝早，你再將呢袋麵包喺雪櫃攞出嚟，一摸硬崩崩咁，好似豆石頭，放落口一咬，乾巴巴，仲要跌到周圍係渣，一點麵香味都冇晒。嚼落去好似嚼緊硬紙皮咁，完全冇咗嗰種鬆軟嘅感覺。呢個時候你可能會抱怨，覺得係人哋麵包店賣得唔新鮮，或者係用料唔好。其實呢個真係冤枉咗人哋店主啦。麵包之所以變到又乾又硬冇法食，罪魁禍首唔係邊個，正係你屋企嗰個雪櫃冷藏室。今日咧，我要幫大家糾正呢個錯誤嘅觀念，話俾大家知點解麵包千祈唔好放冷藏，並且教大家一套真正專業嘅儲存方法。學識咗呢一招，無論你係放3日定係放1個月，攞出嚟嘅麵包依然係鬆軟拉絲，同啱啱出爐一樣咁好食。首先我哋要搞清楚一個科學原理，點解雪櫃可以保鮮蔬菜生果，卻保鮮唔到麵包呢？呢個背後有一個術語叫做澱粉老化，亦都有人叫佢做澱粉嘅回生。麵包嘅主要成分係麵粉，亦即係澱粉。啱啱焗出嚟嘅麵包，澱粉分子吸收咗足夠嘅水分，發生咗糊化，所以你食落去先會覺得軟糯有彈性。但係隨住時間流逝，澱粉分子會重新排列，將內部嘅水分夾硬擠出去，呢個就叫老化。科學家做過專門嘅實驗，澱粉老化嘅速度同溫度有直接關係。澱粉最容易老化，速度最快嘅溫度區間，恰恰就係2度到7度之間。大家可以睇下自己屋企個雪櫃，冷藏室嘅溫度通常就係4度到5度左右。你將麵包放進冷藏室，佢變乾變硬嘅速度，比你直接放喺室溫之下要快成好幾倍，水分迅速流失，澱粉迅速結晶，所以攞出嚟先會硬到好似木頭咁。所以話大家記住啦，麵包絕對唔可以放進冷藏室。但係好多人會擔心，香港天氣潮濕，如果唔放雪櫃，放外面好容易發毛，而且放耐咗口感亦會變乾。下面我教大家2招實用嘅，保證你用得着。第一招叫做室溫保存法，呢個適合你打算喺1到2日內食完嘅情況。如果你買嘅麵包打算聽日或者後日就消滅晒，咁最簡單嘅方法就係放喺室溫。但係室溫保存都有講究，唔係隨便將個袋一紮就搞掂。第一步一定要徹底密封。而家嘅麵包袋上面通常都有一個膠卡扣，或者係嗰種金色嘅鐵絲帶。每次攞完麵包，你一定要將袋入邊多餘嘅空氣擠出嚟，然後再將袋口紮實。如果你覺得嗰個原裝扣唔夠緊，可以揾個平時晾衫嘅大夾，將個口夾死，或者揾一個大號嘅密封保鮮盒，將麵包放入去。第二步要注意避光同陰涼。千祈唔好將麵包放喺窗台邊曬太陽，亦都唔好放喺微波爐、電飯煲或者焗爐呢啲發熱源隔離。溫度高咗，水氣一出嚟，麵包最容易發毛。你就將佢放喺餐台陰涼嘅角落，或者係櫥櫃入面。喺香港呢種環境下，只要密封做得好，2日之內麵包嘅口感係唔會有太大變化嘅，依然好軟。第二招叫做冷凍冬眠法。呢招最適合嗰啲中意去倉儲式超市囤貨或者屋企人口少嘅朋友。呢一招係今日嘅重點，亦都係好多高級餐廳同麵包店自己都用緊嘅保鮮秘訣。如果你遇上超市搞促銷，麵包買1送1，或者買咗一大袋實在食唔晒，
想放個1-2個星期慢慢食，咁你就千祈唔好猶豫，直接請佢入冷凍室，亦即係平時放雪糕嗰一層。你可能會問，點解冷藏唔得，冷凍反而行呢？因為冷凍室嘅溫度通常喺-18度左右，喺呢個極低溫度下，麵包入邊嘅水分會瞬間結冰，澱粉分子嘅運動亦會被徹底凍結。呢個就好比俾麵包施咗一個定身咒，令佢進入咗冬眠狀態，老化嘅過程被夾硬停止咗，水分亦都被鎖喺微細嘅冰晶入邊，走唔甩。但係冷凍麵包都係有技巧嘅，唔可以連埋原裝嗰個大袋直接掉入去，唔係嘅話，你攞出嚟嗰陣，麵包全部凍到成咁嘢，咁想食一片都掰唔開。具體嘅實操步驟，大家記好啦。第一步係獨立分裝，將買翻嚟嘅方包按照你全家人一餐早餐嘅量分成小份，例如你屋企習慣一人食2片，咁就2片一包。第二步係隔絕空氣，攞家用保鮮紙將呢一小份麵包嚴實咁包裹住。如果你驚麵包黐埋一齊，可以喺2片麵包之間墊一張烘焙用嘅牛油紙。包保鮮紙嘅目的，除咗補水，最重要係防止麵包吸收冷凍室入邊其他生肉、海鮮嘅味道。唔係嘅話，攞出嚟一股腥味就食唔落啦。第三步係2次密封，將包好保鮮紙嘅麵包再裝入一個大拉鏈嘅加厚食品密封袋入邊，盡量擠出空氣，拉上拉鏈，然後掉入冷凍室。用呢個方法，麵包放上1個月甚至2個月，攞出嚟依然好新鮮。學識咗點樣存，仲有最關鍵嘅一步就係點樣喚醒佢。好多人話我攞出嚟解凍之後，麵包變到濕淋淋、軟趴趴咁，一啲都唔好食，口感好差。嗰個係因為你解凍嘅方法唔啱，千祈唔好將佢放喺室溫等佢自然溶雪。淡樣嘅話，空氣中嘅水分會凝結喺凍冰冰嘅麵包上面，麵包肯定會變濕。正確嘅方法係攞出冷凍嘅麵包，唔使撕掉保鮮紙，亦都唔使等佢溶雪。如果你屋企有嗰種多士爐、細焗爐或者空氣炸鍋，呢個就最簡單啦。將冷凍嘅麵包片攞出嚟，準備一個小噴壺，裝啲純淨水，喺麵包表面輕輕噴上一層薄薄嘅水霧。記住，係一層霧，千祈唔好噴到濕晒。呢層水霧喺加熱嘅時候會瞬間變成水蒸氣，佢可以令麵包表面變到酥脆，同時令內部保持濕潤柔軟。然後放入焗爐，用180度左右焗大約3分鐘。呢個時候嘅麵包出面係焦香酥脆，入面係熱辣辣軟綿綿，甚至仲可以恢復拉絲嘅口感。呢個比你啱啱買翻嚟嘅常溫麵包仲要好食，好似鋪頭現焗出嚟咁。如果冇焗爐，用屋企嘅平底煎鑊都得。平底鑊唔需要放油，直接開細火燒熱，將冷凍嘅麵包片放入去，同樣喺表面稍微噴少少水，然後閂埋鑊蓋，細火焗1分鐘，再翻面煎1分鐘。3蓋係為咗利用水蒸氣將麵包內部焗透熱熟，咁樣煎出嚟嘅多士外酥內嫩，味道一流。如果你朝早趕時間正喺度煲粥，電飯煲係熱嘅，你甚至可以將冷凍麵包放喺稀飯上面嘅蒸格度，利用保溫掣嘅熱氣分一下，咁樣出嚟嘅麵包係嗰種純軟熱烘烘嘅口感，特別適合牙力唔好嘅老人家或者係趕住返學嘅小朋友。但係呢度有一個重點，大家千祈記住，絕對唔好用微波爐直接加熱冷凍麵包。微波爐嘅原理係令水分分子高速摩擦生熱，佢會瞬間將麵包入邊嘅水分抽乾。你如果用微波爐叮上1分鐘，嗰塊麵包攞出嚟可以硬到掟死人，牙都崩埋。生活入邊有好多看似理所當然嘅舊習慣，其實都係唔科學嘅。就好似呢個將麵包塞入冷藏室嘅做法，唔單止佔地方，仲白白浪費咗食物。希望大家聽完我今日嘅分享，都可以改咗呢個習慣，用科學正確嘅方法，等屋企嘅每一片麵包都可以保持完美嘅口感，等每一餐早餐都食得開心放心。